各位老友記，今日呢度有個糖尿病人嘅大福音要帶俾大家。平時大家都以為糖尿病或者血糖高嘅患者連一啲零食都唔敢掂，今日我哋就要嚟打破呢個誤區。呢份神級抗糖零食清單，包你食得放心，又可以大飽口福。只要你揀啱零食種類，嚴格控制好每日食落肚嘅分量，零食絕對唔會係害人嘅毒藥，反而可以變成穩住你日常血糖嘅救命稻草。今日將會為大家徹底揭秘6種堪稱神級嘅抗糖零食，等你食得安心又開心。接住落嚟，我哋就詳細拆解第一種極力推薦嘅零食——自製低鹽豆腐乾。建議大家每次食嘅分量控制喺50克以內。提起豆製品，大家都清楚大豆對人體有益，但點解喺呢份清單入邊單單推薦豆腐乾呢？豆腐乾係豆漿經過壓製、脫水、濃縮之後得到嘅固態產物，保留咗大豆內部絕大部分嘅營養精華。首先係高濃度嘅大豆蛋白，每100克豆腐乾入邊就含有大約15克嘅優質蛋白質。其次，佢含有大量嘅大豆膳食纖維，同時保留咗大豆異黃酮同大豆低聚糖等特殊成分。大豆膳食纖維進入人體腸道後，能夠吸附並包裹住食物分解產生嘅葡萄糖分子，從而直接減慢葡萄糖被腸道黏膜吸收進入血液嘅速度。葡萄糖進入血液嘅速度一慢，血糖嘅上升曲線自然就會變得平緩。而大豆異黃酮就具有調節體內激素平衡嘅類似作用，能夠幫助改善機體細胞對胰島素嘅敏感性。必須強調嘅係，呢度推薦嘅一定要係自製低鹽無糖嘅豆腐乾。大家平時如果喺出面行街或者去超市，會見到市面上有大量包裝好嘅零食豆乾，嗰啲網紅豆乾、麻辣豆乾係絕對唔可以隨便食嘅。商家會喺嗰啲商業化加工嘅豆乾入邊加入大量嘅食鹽、白砂糖、植物油，仲會添加防腐劑同香精。攝入咁大量嘅鈉鹽，唔單止會直接引起血壓大幅度升高，仲會導致血糖水平難以控制。因此，最安全可靠嘅方法係親自喺屋企製作。喺街市買新鮮黃豆，洗乾淨後用清水徹底泡發，隨後放入機器度打成生豆漿，將生豆漿倒入咗鍋入邊，完全煮沸，期間只允許加入極少量嘅食鹽進行基礎調味。煮熟後使用乾淨嘅紗布將固態嘅豆渣過濾分離，把剩下嘅純正濃豆漿倒入專用嘅模具入邊，壓實等佢脫水成塊。咁樣做出嚟嘅豆腐乾完全冇多餘嘅化學添加劑，而且保留咗大豆最原本嘅營養成分，安全性極高。亦都可以將佢切成細碎粒，同綠葉蔬菜一齊下鑊炒。但係必須嚴格注意，絕對唔允許用寬油煎炸嘅方式進行烹調，涼拌或者水煮先至係最符合控糖要求嘅健康加工方式。跟住落嚟分析第二種推薦零食——無糖乳酪。建議嘅食用標準係每次食一盒，總體積控制喺300毫升以內。唔少老友記一聽到乳酪，第一主觀反應就係入邊含有大量糖分，認為絕對唔飲得。首先需要了解乳酪嘅物理發酵過程。乳酪係純正嘅牛奶喺加入特定乳酸菌種後，經過恒溫發酵產生嘅。喺成個發酵周期入邊，牛奶中原有嘅絕大部分乳糖都會俾細菌代謝分解並轉化為乳酸。因此，即便係平時飲純牛奶唔適應嘅體質，飲乳酪都唔會產生不適。其次，乳酪嘅升糖指數測定為48，呢個完全符合中低升糖食物嘅客觀分類標準。唔單止係咁，乳酪入邊含有大量嘅優質動物蛋白同極易被人體吸收嘅游離鈣質。蛋白質進入人體胃部之後，能夠顯著延緩胃底平滑肌嘅排空速度。胃部排空延遲，意味住食物進入小腸消化吸收嘅整體節奏被放慢。
更重要嘅係，乳酪入邊存活有大量嘅活性益生菌群體，例如雙歧桿菌同乳酸桿菌。呢啲益生菌進入人體腸道後，能夠有效調節並改善腸道內部嘅微生態菌群平衡。跟住討論第3種推薦嘅零食原味堅果。喺食用量方面，建議嘅總攝入量為每周50至70克，每一日嘅分量大約係10至15克。堅果雖然一直被營養學界定義為健康食品，但好多老友記因為擔心堅果內部嘅油脂含量偏高、熱量大而唔敢食。其實只要嚴格遵守定量嘅控制原則，堅果對糖尿病患者嘅心血管系統係具有正面價值嘅。堅果內部含有極高濃度嘅不飽和脂肪酸，例如合桃入邊富含嘅奧米加3脂肪酸，以及杏仁入邊大量嘅單不飽和脂肪酸。呢啲脂肪酸喺人體內能夠調節血脂，降低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嘅濃度，保護心血管細胞。需要明確嘅係，心血管系統病變正係糖尿病患者需要嚴密防範嘅核心併發症之一。同時，堅果入邊緊密結合嘅植物蛋白同膳食纖維，能夠為胃部提供極強嘅物理飽腹感。喺兩餐之間進食定量堅果，能夠有效降低人體對下一頓正餐中高碳水化合物食物嘅攝入需求，從而喺總熱量控制上間接協助維持血糖平穩。每日保持進食適量堅果嘅糖尿病患者，全日血糖數值嘅波動方差係會更少嘅。第4種推薦嘅零食係成本極低嘅生青瓜，建議嘅單次食用量為1整條，重量控制喺200至300克之間。青瓜能夠成為理想選擇嘅核心原因，在於佢極度低下嘅熱量密度。根據食物成分數據庫嘅測定，每100克新鮮青瓜嘅總熱量僅為15千卡，意味住即便係完整食咗一條300克嘅青瓜，佢產生嘅總熱量都只係45千卡。呢個對於人體全日嘅基礎代謝消耗而言呢，係一個可以完全忽略不計嘅數據。其次，青瓜嘅物理含水量高達 95%。喺氣溫升高或者人體因為高血糖引起輕度脫水及食慾不振時，進食生青瓜能夠迅速補充流失嘅水分。青瓜內部仲含有極其豐富嘅粗糙膳食纖維，呢個成分喺青瓜嘅表皮入邊分布最為密集。粗纖維喺經過消化道時唔會被分解吸收，而係直接進入大腸，刺激腸道平滑肌進行規律性收縮，從而有效促進排便。青瓜嘅升糖速度極為緩慢，進入體內後幾乎唔會引起血糖濃度嘅任何可見上升。第5種推薦嘅零食係番茄同聖女果，建議嘅食用量設定為每次食1個番茄或者係15至20粒，總重量大約100克嘅聖女果。呢兩種食物喺植物學分類上既具備蔬菜嘅特性，又擁有水果嘅口感。番茄同聖女果係現階段最完美嘅過渡性替代品。番茄嘅熱量密度雖然略高於生青瓜，達到每100克19千卡，但呢個喺食物熱量分級入邊依然屬於極低熱量區間。番茄嘅細胞組織入邊富含高濃度嘅維生素 C 以及番茄紅素。番茄紅素被醫學界確認為自然界入邊抗氧化能力最強嘅植物化學物質之一。番茄紅素進入體內之後，能夠有效中和游離嘅自由基，減輕系統性炎症反應。番茄喺未經加熱嘅生食狀態下，佢嘅碳水化合物釋放極為緩慢，升糖指數極低，即便係血糖基線較高嘅患者食咗都能夠保持極高嘅安全性。對於體積較小且口感更甜嘅聖女果，好多老友記都會擔心佢嘅含糖量係咪超出安全標準。聖女果嘅實際含糖比例大約喺 7%， 而普通大番茄嘅含糖比例則為 4%。雖然聖女果喺數據上略高，但如果將佢同常規水果進行橫向對比，
比如常見蘋果嘅含糖比例咧，通常超過13%，提子同葡萄咧就更加高。相比之下，聖女果完全被劃分喺低糖安全區入邊，因此糖尿病患者完全可以將聖女果作為安全嘅水果替代品。每次定量食15至20粒，係唔會對胰島素分泌造成明顯壓力嘅。最後詳細介紹第6種推薦零食鷹嘴豆，建議嘅單次進食限量為唔超過50粒，總重量控制喺30克以內。鷹嘴豆原產於中東乾燥地區，佢嘅種子一端帶有微小凸起，形態好似老鷹嘅鳥喙。呢種體積細小嘅豆科植物喺穩定血糖代謝方面具備極其強大嘅客觀生理效能。鷹嘴豆具備3大絕對優勢。首先咧係佢極低嘅升糖指數，科學測定鷹嘴豆嘅吉愛值僅為36，吉愛值低於55即被歸類為低升糖食物。鷹嘴豆嘅數值遠低於呢條安全紅線，意味住鷹嘴豆入邊嘅碳水化合物喺消化道內被酶解為葡萄糖嘅速度極之緩慢。其次，鷹嘴豆內部嘅蛋白質含量高達20%，呢個數據顯著優於我哋日常接觸嘅綠豆、紅豆等常規雜豆類。鷹嘴豆所提供嘅蛋白質具有極高嘅氨基酸，屬於易於被人體消化道吸收利用嘅優質植物蛋白。高比例嘅蛋白質能夠大幅延長胃部消化時間，食用後產生嘅物理飽腹感極之持久。第三，鷹嘴豆入邊含有高濃度嘅可溶性膳食纖維，呢種特定結構嘅纖維喺進入腸道環境後，會大量吸收周圍嘅水分，發生膨脹，喺腸腔入邊形成一種具有極高黏滯性嘅凝膠網絡結構。呢種網絡唔單止能夠直接增加糞便體積，促進腸道收縮排便，更關鍵嘅係佢能夠將膽固醇分子牢牢包裹，大幅延緩呢啲物質穿透腸壁進入血液循環嘅過程，對同步控制血糖峰值、降低血脂濃度具有雙重嘅臨床干預價值。喺家庭日常烹飪環境入邊，鷹嘴豆最健康嘅加工方式就係純水煮。提前一日將乾燥嘅鷹嘴豆完全浸入涼水入邊，進行長達1夜嘅充分泡發。次日清晨將體積膨脹嘅鷹嘴豆撈出，放入鍋入邊，加入足量清水，直接加熱煮到完全軟爛。喺成個沸騰過程入邊，絕對禁止加入任何調味料。煮熟瀝乾水分之後即可直接作為固體零食咀嚼進食，或者放喺蔬菜沙律入邊混合食用嘅。如果患者確實難以接受完全冇味嘅口感，僅允許喺表面均勻灑上極少量嘅純食鹽粒。絕對禁止向煮熟嘅鷹嘴豆入邊添加豉油、蠔油或者係任何含有糖分同油脂嘅複合型醬料嘅。如果患者選擇購買市面上加工好嘅即食鷹嘴豆罐頭，必須極其嚴格咁樣審查罐體背面嘅配料成分表。唯一合格嘅罐頭產品，其配料表入邊只可以出現鷹嘴豆同水呢2樣成分，堅決排除任何喺生產過程入邊添加咗植物油、白砂糖、味精或者人工香精嘅調味款罐頭產品。鷹嘴豆仲可以作為早餐嘅核心碳水及蛋白來源。患者可以喺早晨準備一份由純水煮鷹嘴豆、2片100%全麥麵包組成嘅控糖早餐。呢個組合入面包含咗鷹嘴豆嘅植物蛋白及可溶性纖維，以及來自全麥麵包嘅複合碳水化合物。呢種科學嘅營養配比能夠確保餐後血糖呈現極度平穩嘅上升曲線，並將飽腹感穩穩維持數個鐘，徹底消除不良生理反應。總而言之糖尿病呢種代謝性疾病佢嘅客觀目的絕對唔係要徹底剝奪患者獲取食物嘅權利，只要喺行動層面上嚴格執行定量定時嘅控制原則，嚴密控制進食分量，
任何單一零食嘅單次進食量都唔好超過上限。科學控制飲食搭配，喺進食固體零食感覺到口腔乾燥嘅時候，嚴禁飲用含糖果汁或者商業飲料，只能夠搭配飲用溫度適宜嘅純淨白開水，或者係完全唔含糖分嘅清淡綠茶同紅茶。液體嘅攝入能夠喺胃部使零食體積膨脹，增加飽腹感，降低食物對血糖曲線嘅瞬時衝擊，完全可以喺保證血糖系統穩定嘅前提下，繼續享受咀嚼嘅生理滿足感。糖尿病嘅日常規範化管理，佢嘅本質邏輯係要求患者重新建立一套科學飲食方式，希望所有嘅患者都能夠將呢套經過科學驗證嘅飲食方式落實到每日嘅三餐同零食攝入入邊，令機體嘅血糖指標長久維持喺安全嘅合理區間，從而延續健康嘅生活狀態。祝各位老友記身體機能保持良好，生活平穩愉快。